來看這個台北市的選舉，民眾黨早就派這個新竹東部主委區新苑來參選，但是你看到咧，這就是李金秀。伊講啊，伊嘛要去登記啊，但是區新苑就講啊，你雖然想要登記，但是選舉罷免法規定啊，你已經失去這個戶籍證明，滿10檔了後才會當登記參選。你去年去用瀆職，你敢有法度參選呢？不過，中選會就表示啊，最後就靠新竹選委會來進行最後審核認定。第一天就會衝去登記參選，史上第一個竹北市女市長，我做得到，我常常創造傳奇哦。前中配立委李金秀落座一開直播，雄雄宣布伊年底被選台北市長，今仔日進一步發文章正式宣布被參選。我在這邊生活10幾年，我知道竹北哪些地方有問題？其實竹北市民在乎的不過就是交通嘛，孩子對不對？強調不是臨時要做決定。李金秀個提出台北城市治理白皮書5大施政方向。是誰派出一個一個打手出來大型的霸凌陸配立委？就是你黃國昌指使的。是講李金秀才因為台北市講唔對話引起風波。今年4月被民眾黨開除黨籍，無到半年，佮話講要參選。過去共黨的委員表示尊重，唔過也提出疑問。身為不分區立委的資格是有疑慮的，好，那現在他可以登記參選嗎？李金秀宣布投入選舉，那被整合的進度也備受關注。在上個禮拜6，我們在行程間碰到的時候，李珍秀女士已經親自向我表達這個訊息。李金秀交出去的瀆職證明，因為甲一般中配摕到的註銷證明寫法無同，被陸委會質疑。敢若認定去年3月到檔案時間。嚴格選罷法規定，愛提出詳細中國戶籍滿10檔的證明，才會當登記參選。資格的審查都是只要地方選委會認定就可以，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狀況，中選會才會需要去介入。李金秀到底敢會當參選？游盈隆表示資格審查現階段交予地方的選委會認定。